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9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6篇，约伯记第2章第11节到第3章的第26节，加拉太书第3章的23到29节。今天的经文是合而为一的信。信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信心？信心是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前途、面对困境的时候，可以看清楚前面的道路。就好像在浓雾当中，我们在开车却不担心，因为我们对前面的道路不陌生，也不担心会走岔路。牧师在美国加州生活了12年，虽然冬天可以到北加州的雪山，或是洛杉矶东边的大熊湖山上去赏雪，就是 Big Bear Lake，在那边也可以滑雪。可是在大雪当中开车的经验却是少之又少。21年的4月底，在那个时期，牧师跟教会的兄姐相约在我的朋友位于这个大熊湖畔的一个他的别墅去灵修。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在春末的这个时期呢，却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大雪。事实上，在上山之前，高速公路已经出现了告示牌，我们需要装上雪链才能够上山。因此我就下了高速公路，找了一家汽车材料店，买了雪链，剩下的最后一条。进入山区之后没多久，就遇到了拦检站。那个地方除了拦检之外，还提供了协助安装雪链的服务。随后我们就又上路了，跟随着前面一排的车子往山上走。那时候还蛮安心的，因为前面都有车子嘛，有铲雪车，有一排的车子。可是呢，没有多久之后，前面所有的车子通通转弯不见了，就留下紧张的我，还有面对昏暗的上山道路。还好，每年都会来个1-2次的这一段道路，我还算熟，因此我就勇敢的、慢慢的往上开。人生第一次在这种暴风雪当中来行车，要不是有坚定的信心跟对路的某个程度的熟悉度，那一定会出事的。另外一位兄弟则因为路况不熟，又碰到大风雪，所以他就有点紧张，车子就打滑了，转圈之后差一点就滚到这个路悬崖去了这个是个人在信心上的体验。但是信心如果放在团体团契当中，应该是要表现什么？应该是要表现合一啦在谈到信心的合一的之前，我们要先来谈谈今天经文里面说的约伯。我们来看他的信心。约伯在他遇到困境、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咒诅自己。他说：上帝啊，愿你咒诅我出生的那一天，愿你咒诅我成为胎儿的那一夜。上帝啊，愿你使那一天变成昏暗，愿你不再纪念那一日，不再让光照耀它，愿它成为幽暗笼印的一天，愿密云笼罩着它，黑暗遮住阳光，
愿那一页被涂抹，不再列在阅中。愿它成为孤寂无聊、没有欢乐的夜晚。愿那些能召唤海兽的人，那些巫师们出来咒诅那一天。不要让晨星闪耀，不要让黑夜有黎明的盼望。要咒诅我出生的那一夜，因它使我遭遇重重的患难。为什么我不胎死母腹，或一出母腹便断了气？为什么母亲把我抱在膝上？为什么她用奶抚养我？要是那时候死去，如今就得享安息，跟重建宫室的君王、统治者同睡，跟屋子里装满了金银的王子合眼长眠，跟流产未见光明的胎儿同眠。在坟墓里，坏人停止作恶，辛劳的工人得享安息，连囚犯也有安宁，不再听见监工的责骂，不分贵贱大小都在那里，连奴隶也都获得了自由。为什么让悲愁的人继续生存？为什么让忧伤的人仍然看见光明？他们求死不得，他们宁愿进坟墓，不愿得财宝。他们要等到死了、埋葬了，才有真正的喜乐。上帝使他们的前途渺茫，从周围围困住他们。我以叹息代替食物，我呻吟哀嚎像水流不止。我所害怕的事一一出现，我所恐惧的事偏偏临到。我没有平安，得不到安息，我的烦恼没有止境。约伯用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在抱怨咒诅，其实还有更多哈。那么我们简单的浓缩他所说的话，他说我死得比活着更好，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了，有看到小孩子不乖，妈妈就想说，如果把他挤回妈妈的肚子里面，不知道多好，这种想法一样。只要没有出生就好了，只要死掉就没事了。约伯在面对自己的苦难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这正是撒旦的伎俩，不是吗？要让人们对上帝失去信心，暂时的远离上帝，甚至永远的远离上帝。记得约伯在最后所说的那句话吗？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亲眼见你就是一个信心了所以此时约伯恢复了对上帝的信心。那为什么信心跟合一有关系？新的诫命教导我们，他说第二个也相仿，爱邻舍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要彼此相爱，才是基督的学生。信心不是为了个人的需要满足而已，而是一个合一的呼召。因为这个就是展现与基督合一的信仰。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大家都借着信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受洗跟基督合而为一，正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
男人或女人，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你们都成为了一体。如果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会承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应该不分彼此，爱人如同爱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教会里面的合一，请记得合一就是如同经文所说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自由人跟奴隶，男人跟女人，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却能够合而为一，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将那些意见不同的人排除在外，成为一个不合一、排他主义的人。这不是上帝给基督徒的呼召。非教会的人，非基督徒，也都应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们同为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教会、基督徒千万不能将排他主义变成教会的标准，而是要学习接纳不同的声音，接纳不同的意见，接纳不同的人种，并且要看他们、爱他们，变成自己的责任。这个才是我们所应当展现的信心。我们今天用诗篇26篇来读，变成我们的祷告。诗篇26篇经文这样说：上主啊，求你宣判我无罪，因为我行为正直，完全倚靠你。上主啊，求你鉴察我，考验我，求你审查我的心思意念。你不变的爱引导我，你信实始终带领我。我不跟虚伪的人来往，也不跟虚伪者同伙。我厌恶跟罪人为伍，也远离那些邪恶的人。上主啊，我洗手表示无辜，并且绕行祭坛周围敬拜你。我唱赞美的诗歌，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上主啊，我喜爱你居住的殿宇，我喜爱你荣耀所栖息的地方。求你不要把我跟罪人一同消灭，求你不要使我跟凶手同归于尽。他们随时作恶，到处收受贿赂。至于我，我行为正直，求你怜悯我，拯救我。我已脱离一切危险，我要在公众的聚会当中歌颂上